Hello，大家好，好高興嚟到 CC Channel。咁2日之前咧，就葡萄牙咧有一個好大嘅新聞，我收到唔少客人嘅電話啦，咁亦都咧朋友嘅電話啦，就關於咧葡萄牙新嘅移民政策，咁咧大家都好有擔心嘅，好有 concern。咁不如咧同大家咧拆解一下。今集咧係呢個好重要嘅消息啦，就葡萄牙嘅國籍法咧正式修改。咁議會咧喺一個雨夜入邊咧，就經過幾次嘅談判破裂，再重新咧達成協議之後咧，就最終於咧喺星期二晚咧通過咗新版嘅國籍法。講明先嚇，呢個國籍法咧雖然佢話通過咗，但係都仍然咧都要等個 Parliament 咧係繼續咁去探討啦，亦都係合法嘅，仲要若干月咧先至可以成為法例嘅。咁所以大家咧唔好咁擔心住。咁呢次咧改動咧就影響深。咁咧無論你係準備申請居留啦、入籍啦，定係咧已經喺葡萄牙生活緊咧，一定要聽清楚。今次咧喺法案咧中右翼嘅派咧就 AD 同聯盟咗咧極右翼派嘅 Chega 咧同自由黨咧 IL 聯合咧就係以230票入邊咧157票咧通過嘅。其實咧上個星期咧佢哋已經試過咧3次協商咧都破裂嘅，直到咧上個禮拜二咧凌晨咧佢開咗一輪會之後咧先至達成最後協議。Chega 咧本來要求咧某啲罪行咧自動喪失國籍嘅，即係例如犯罪嘅人士咧佢係自動喪失國籍嘅，但係政府擔心咧會俾憲法嘅法院咧否決，最後咧就改成咗咧由法官判決時可作為附加刑罰。咁即係咧唔係自動失職嘅，其實作為交換咧 ，AD 政府咧就接受咗 Chega 嗰個新條文，就係如果有人咧以明顯欺詐嘅手段咧嚟攞得葡萄牙國籍咧，將會被取消國籍，亦唔可以重新申請嘅。咁呢件事咧，其實咧我都睇到咧移民局咧係做緊啲嘢嘅，即係例如我哋嘅所謂等得好不耐煩嘅 IMO 咧，其實我都發現到咧有啲 case 我哋聽過咧，佢哋開始真係揾到造假啦，或者係有不法嘅途徑咧去攞假嘅文件啦，咁佢哋咧都捉咗呢啲人嘅，佢哋申請國籍咧都被拒絕咗嘅。咁總理講啲乜嘢咧？總理 Montenegro 講咧，面對混亂咧，我哋選擇重新秩序；面對危機咧，我哋選擇改革。咁佢仲宣布咧，政府下一步咧係會將所謂嘅回返法 （return law） 即係遣返啲人士嘅，幫助咧遣返唔遵守葡萄牙規則嘅人士嘅法例咧，係其實有啲咩改動咧？第一件事，出生入籍咧係更加難嘅。以後咧喺葡萄牙出世嘅小朋友咧，唔可以再因為父母咧住咗1年咧就自動攞國籍。咁新法嘅規定咧，至少咧係有一位咧父母係合法居留5年咧，先至有資格嘅。咁其實咧，我本人咧就喺個醫院隔離嘅。咁我見到咧，亦都好多咧外來人士咧新移民咧係咁就生小朋友嘅。我睇到好多係待產嘅孕婦啦嚇，咁我係留意到佢做緊呢啲咁嘅，即係諗希望攞到國籍嘅新移民，所以咧佢哋要父母咧係逗留咗滿5年先有資格。第二點，居留年期咧就增加，現時入籍咧需要居留5年，歐盟同葡語國民嘅公民咧要住7年，其他國籍人士咧要住10年。而咧計時將會由咧正式批取居留許可嘅日子開始計，即係話咧以前係5年嘅話咧，將會加到10年㗎啦。咁要咧當你攞咗居留個 resident card 嘅時候咧，居留卡咧就開始先計嘅。呢個咧都要繼續咧係探討一下啦。其實究竟咧係點樣計10年？新增文法嘅測試，以前咧只係識葡文就得啦，要A2嘅考試啦。依家咧係要證明自己對葡萄牙語言、文化、歷史、國家制度咧都有充分嘅認識，要交測試或者證書。咁其實我已經睇到咧，有啲好多人可能會出貓啦嚇。第4點，經濟自足要求，以前咧要求咧就冇嚴重嘅犯罪記錄嘅，依家咧要額外證明咧有能力自我維生，即係唔可以靠社會援助。第5點，猶太後裔咧嘅特別通道取消咗。自從咧2015年之後咧，憲法咧猶太族嘅人咧只要證明祖先係同葡萄牙有淵源嘅話咧，就可以申請國籍。咁新法會咧就終止呢個條例，理由咧係因為大量造假嘅個案。咁樣好似例如之前有個俄羅斯嘅首富咧就嚟咗葡萄牙
話佢自己又係猶太族嘅後裔啊，咁咧就有呢啲咁嘅 case 嘅。咁啊，失去國籍咧條件更加清晰，新法咧加入刑法條文咧，如果雙重國籍人士咧犯咗嚴重嘅罪行啦，而被判超過4年嘅話咧，法官可以判佢喪失咧葡萄牙嘅國籍嘅。如果冇其他國籍，即係冇國籍者咧受到保護，不會被剝奪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咁好多非法移民咧，你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佢哋一嚟到咧就搣開佢自己嘅護照，咁其實點樣去決定佢係咩國籍咧？即係話佢犯罪咧都會受到保護嘅，唔會被剝奪佢嘅國籍。都係唔係一個好大嘅改動啦。咁但係好多朋友咧都會好擔心啦，佢哋嘅5年咧變成10年啦。咁但係咧即係大家咧都要知道咧，其實係未定法，仲有一排時間。咁如果你話要等居留卡嗰啲人士咧，就希望盡快啦，你哋可以就快啲入籍。咁就如果呢一就入咗籍咧，就計5年而唔係計10年嘅。新規例咧會唔會追溯翻之前咧？唔會完全追溯，已經遞交入籍咗申請嘅人咧，根據舊法處理嘅。咁如果你只有居留卡咧未遞交入籍申請嘅話咧，就要跟新法走，會變得更加嚴格啦。即係話咧，已經申請咗國籍嘅人咧就安全啦，未申請嘅咧就要面對新要求啦。會唔會俾憲法法院否決？咁其實呢件事咧，大家都好有商榷嘅程度。依家法案咧係會送俾總統，總統咧可以選擇簽署或者咧交翻憲法法院去審查。咁因為呢度有機法案咧叫 Organic Law 咧，屬於憲法嘅層級，只要1/5嘅議員提出，即係45個議員咧都可以要求預防式合憲審查嘅。咁其實咧其中其他啲議員咧都可以有權咧係反對呢件事。社會黨 PS 咧就有60個席。上星期佢哋領袖咧已經暗示咧可能會提出呢啲反對嘅姿態啦嚇。Chega 嘅領袖嘅阿 Ventura 咧就回應，希望唔好有阻力派，而應該咧就尊重議會大多數嘅決定。咁總局嚟講咧，新法入籍咧係將會難咗啦，要住耐啲，要考文化試，要有經濟能力。猶太後裔嘅通道咧就會被取消，而且而犯嚴重罪嘅話咧就可能會被剝奪國籍嘅啫。如果嗰啲已經遞交申請嘅人士咧，就暫時安全，未申請嘅咧就要準備咧面對更加嘅門檻。呢次嘅改革咧根本係可以話咧係葡萄牙嘅民上最大規模嘅國籍制度嘅收緊。咁對於海外移民咧，尤其是有意咧係長期居留或者申請護照嘅朋友咧，影響咧就非常之大嘅。如果你想知道咧新法咧對你申請嘅途徑咧有冇影響嘅話咧，記得留言問下我。咁如果咧我哋將會咧遲啲再訪問我哋嘅相熟律師 Doctor Carlos 咧佢嘅意見嘅。我希望咧大家整理一個咧實際應對嘅策略嘅下一集。咁好啦，就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channel 嘅話咧，就麻煩你咧就俾個 follow，俾個 like，再見。